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3月19日，講下香港樓市動向。呢幾日市場氣氛可以話係熱辣辣，無論一手定二手都好，都見到成交好熱鬧。先講返一手市場，黃竹坑港島南岸嘅 Blue Coast 又創新成交，中高層一個4房單位以3724萬售出，實用尺價超過29000，反映咗南區豪宅嘅支撐力仍然強勁。至於啟德跑道區嘅天龍都唔輸蝕，單日沽出4伙，套現接近1億2。當中4房單位尺價突破37000蚊，呢個價真係唔簡單，證明啟德作為新九龍核心區，吸引力依然好高。整體來講，今日全港一手市場錄得大約40宗成交，主要都集中喺市區同港島南嘅現樓豪宅，似乎豪宅客仍然好踴躍。轉講返二手市場，最近都有唔少亮點。鰂魚涌嘅 Finnie 呢個上月先入伙嘅半新盤就錄得首宗二手成交，中層一房單位以600萬成交，實用面積約245尺。呢位業主短短年半時間就賺足2成，可謂眼光獨到。另外，太古城都有突破，2房即旺，成交價再次升破1000萬關口，係近3年內首次見到。至於青衣翠怡花園一個比較特別嘅個案，同層有事故，單位嘅2房單位仍然賣出，成交價400萬。詳情業主持貨30年，帳面賺咗85%，都算係有交代。大埔嘅龍城堡蓮花園戶亦唔錯，以1178萬售出，持貨13年，升值約2成。整體嚟講，10大屋苑成交維持雙位數水平。代理數據顯示，二手交投穩中向上，新盤熱潮帶動下，剛需同投資氣氛都回翻暖。不過，市場焦點唔止成交數字咁簡單，按揭方面都有新消息。繼匯豐同恒生之後，渣打銀行都正式推出定息按揭產品。星之谷按揭轉介嘅行政總裁莊錦輝就話，大行嘅積極部署，預計定息按揭市場佔比會升到1成，對業主嚟講係好消息，因為咁可以分散風險，穩定供樓開支，息口波動都唔使咁擔心。至於發展項目方面，港鐵今日宣布錦上路站2期正式公開招標，截止日係下個月15日。項目總樓面超過120萬平方尺，發展商可以揀保留或者唔保留商場部分，分紅比例係19%。呢個地皮對新界西北嘅發展將會有長遠影響，亦預示未來鐵路沿線嘅住宅供應會再加快。而講到市場走勢，就係近期最熱話題。業界普遍認為香港樓市已經由復甦期進入擴張期，一手新盤熱賣，帶動二手市場交投重拾動力。根據代理行統計，10大屋苑上個週末成交按週升幅超過3成。摩根大通等投資機構都睇好後市，重新上調今年樓價升幅預測至10%至15%。當然，市場上仍然有供應壓力，潛在一手供應仲有超過10萬伙。不過好明顯，去庫存速度加快，尤其係豪宅同市區現樓盤表現突出。總括嚟講，香港樓市依家正進入一個調整後嘅新階段，買家信心逐步回升，銀行亦推出更多穩定方案去配合。短期內預計成交量仲會持續向上，特別係現樓同優質地段依然會係投資者追捧嘅焦點。睇返整體走勢，市場似乎真係有機會由谷底回升變成穩步擴張，下半年可能仲有驚喜都唔出奇。